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Lotus New Channel， 我係 Ethan。近排成日聽到 Web3 game， 係咪覺得好複雜？其實唔係㗎。今日我就為大家介紹5款唔同類型嘅 Web3 遊戲，有輕鬆嘅養蜂遊戲，亦有緊張刺激嘅未來世界射擊遊戲。準備好，我哋就即刻開始。首先介紹呢款畫面超級可愛嘅 Honeyland， 呢個係主打手機版嘅策略遊戲，玩家做養蜂人，管理自己嘅蜜蜂殖民地同土地，超可愛又策略性強。玩法好簡單，收集資源、養蜜蜂、升級基地，之後帶隊出戰其他玩家，贏咗就賺獨特數碼蜜蜂資產或者 HXD 代幣。區塊鏈元素就係玩，即擁有任務同戰鬥贏嘅資產，全部你自己擁有，可以上市場賣錢，唔使氪金都賺到。遊戲畫面鮮豔，操作直覺，新手5分鐘上手。遊戲有超過30萬用戶，未來 HXD 代幣經濟會更強大，預計有新事件同空投。簡單嚟講，呢隻 Honeyland Web3 版結合咗輕鬆嘅畫風、經營同埋對戰元素，你嘅蜂群同蜂蜜都可能係獨一無二嘅數字資產。鍾意可愛畫風又想試下 Web3 嘅朋友，呢隻係個唔錯嘅入門選擇。跟住落嚟介紹嘅第2隻遊戲，風格就完全唔同啦，係一隻 2D 沙盒角色扮演遊戲，叫做 Tolen Universe。呢個係區塊鏈生存遊戲，你扮演嘅角色係一個從專制城市入邊逃出嚟嘅人，你要喺一片無盡嘅黑暗之地揾出路，最後喺荒野中偶然發現一個隱藏嘅發展中嘅社會，即係話你唔係一開始就喺個好完善嘅世界入邊，而係由零開始探索，甚至參與建設。玩家可以喺主線故事入邊塑造自己嘅道路，又可以同朋友一齊去副本探險，甚至可以同大量其他玩家聯手進行大規模嘅戰鬥，收集積分解鎖元素能力，衝排行榜。第3季 Elemental Madness 剛12月1號喺 Abstract Chain 上線，主題係火、水、風、能量元素，敵人有元素盾要對付，仲有隨機性，每場遊戲都唔同。鍾意自由度極高，同朋友一齊建立世界嘅玩家就要密切留意啦。第3隻要介紹嘅係一隻仲未正式推出，但已經好令人期待嘅遊戲 SOL 451。佢係一隻高速戰術型第一人稱射擊遊戲，即係我哋成日講嘅 FPS。遊戲有3大陣營，每個有獨特能力，例如鏈鏡盾、雙位瞬移、主動隱身、中途換陣營、武器6款，超過1000種技能組合，虛幻引擎5畫面一流。重點嚟啦，咁多 FPS 點解要特別留意佢？因為佢會由一個好出名嘅區塊鏈遊戲平台 Immutable 負責營運同發布。Immutable 喺區塊鏈遊戲界好有經驗，可以處理大量交易同擁有權證明。呢點對於一隻想加入 Web3 元素嘅 FPS 遊戲嚟講係好重要嘅技術後盾。鍾意玩 Apex 英雄或者 Valorant 呢類快節奏 FPS 嘅朋友，記住要將 SOL 451加入你嘅願望清單啦。如果話 SOL 451係專注戰鬥嘅 FPS， 咁 Cyberverse 就係一個龐大嘅開放世界賽博朋克角色扮演遊戲。你將會潛入一個黑暗嘅未來都市 Siberia， 巨型企業掌控一切，科技同人性嘅界線變得模糊。你需要探索呢個充滿霓虹燈同秘密嘅大都會，運用黑客技術同敵人戰鬥，揭開數字混沌背後嘅秘密。最吸引嘅係呢隻遊戲全程免費，開發商話佢哋會採用搶先體驗模式，即係遊戲未完成就俾玩家玩住先，然後根據玩家意見一齊改進。佢哋嘅目標係打造一個會不斷成長嘅世界，透過定期更新加入新任務、新區域同新功能。Cyberverse 最近仲正式推出咗一個多人遊戲中心啊，即係話佢唔單止係一個單人嘅冒險世界，未來仲會係一個社交同競技嘅平台。對於鍾意賽博朋克風格，一隻免費嘅3A 級潛力大作，絕對值得你喺 Steam 度加入願望單等佢推出啦。今日介紹嘅最後一隻遊戲係同樣非常精彩嘅集換式卡牌遊戲 Cross the Ages。佢唔係一隻普通嘅卡牌遊戲咁簡單，佢有一個好宏大嘅世界觀，融合咗奇幻、科幻同後末日幾種風格。簡單嚟講，遊戲世界分為2大陣營，一個係充滿魔法力量嘅奇幻國度阿坎特，
另一個係科技極度發達嘅曼特里斯，而佢哋之間嘅戰爭地帶咧就叫做列隙。遊戲玩法係快節奏嘅領土征服戰術遊戲，玩家要爭奪遊戲版圖嘅控制權。佢最正嘅地方係每局遊戲大概5分鐘就完，好適合搭車或者休息嗰陣玩返局。遊戲完全免費，而且佢承諾會做到公平，唔使課金都可以透過對戰同做任務拎到各種卡牌，同最勁嘅玩家較量。根據最新消息，呢隻遊戲啱啱開始咗佢嘅 Ares Playtest Teen 測試階段，仲會向參與嘅玩家派發獨家獎勵添。佢嘅生態系統亦都好成熟，利用區塊鏈技術，令你收集到嘅超過365張卡牌，真真正正變成你嘅資產。遊戲目前已經有超過15萬個月活躍玩家，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。鍾意遊戲王、魔法風雲會呢類策略卡牌對戰嘅朋友，千祈唔好錯過呢隻高質素嘅 Web3 卡牌遊戲啊！今日介紹呢幾隻遊戲都係遊戲性行先。Web3 嘅資產擁有權同經濟系統係作為一個額外嘅樂趣同獎勵。如果大家對邊隻遊戲特別有興趣，想我哋再深入介紹或者試玩，記住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，記得 like 呢條片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最新嘅遊戲資訊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